捌摕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新奇导演，翕过真侪经典的电影，对台语影视产业真有贡献。即阵国家电影视厅文化中心收复古出新奇的经典作品，要伫全台湾播送。王太太这阵失事，实在真无可能。头家娘转来困啦！刚讲是头家娘转来啊！1965年台语恐怖片《地狱新娘》对哥德罗曼史《米兰夫人》一本小说改编，剧情变化真紧，看到互人心惊大惊。亲像你这款外形，查某要伫10个9个，总嘛无问题。以性工作者做主题，扮演1969年基层社会人士的误落和处境，互人讲是迄当时用长镜头翕上介久的一出电影，也是新奇导演的作品。新奇导演其实伊伫台语片，伊有足侪无共款的角色。所以你若是看伊的片，你会感觉讲哇，这个片毋敢若是讲因为市场，伊嘛知影讲这个片是我要将我艺术的这路想法，会当互大家看。你有咧偷看无？还未修复的电影，影像色彩对比度较无够，画面会出现白白一丝一丝的感觉也较明显。修复一出电影差不多要100到200万，不过修复人员也伫咧过程找到好电影起死回生的使命。我们早期看台语片是会有这种旧的感觉，可是，在先进的技术上，如果我们把它修复的跟新片一样，这可能会是个会备受讨论的一个议题啦。那当然。最终能够把这些影片呈现出来，我相信这是所有修复师的最大的一个成就跟使命。到底电影要修复到什么程度，才袂失去原底的光彩？这也是修复人员长伫咧存在的。影视厅中心执行长王君琪认为，少年的创作者会当对这寡经典的台语电影找出台湾味。咱就爱讲韩国电影甲台湾电影，寄生上流。导演嘛是有讲，伊的灵感就是1968年一部韩国片叫做《夏女》。若是讲在台湾在创作的少年人，会当阁看到较早即款影片，其实对创作来讲嘛是真好的一个刺激。影视厅中心这6年来已经修复50出电影，其中台语有19出。这阵新奇导演的作品也伫咧台湾4个县市小煞播送，希望互人感受台湾对农业社会转型做工业社会的误落和生活情景。记者阿明、林坤明台北报道。